今集我會走入開羅最大嘅貧民窟，同埋佢背後好靚嘅洞穴教堂。呢日嘅行程我會行好長嘅路，我由 hostel 出發，首先去東邊嘅薩拉丁城堡，然後再去垃圾城同洞穴教堂。出返嚟之後就去西南邊嘅懸空教堂，最後返 hostel 沖涼換衫，準備夜晚去搭11點半 night bus 離開開羅。前一晚就有 hostel 職員提醒我話，聽日開始係伊斯蘭教嘅齋戒節，日頭唔會有餐廳做生意，所以我決定第二朝執好晒行李，10點鐘先落去食早餐，晏啲再沿路睇下可以買到啲咩小食或者零食咁。一落樓我先發現大領落，成個情況比我想象中更嚴峻。齋戒節頭2日，任何鋪頭都唔會開，仲誇張過香港年初一。我沿路行咗30分鐘，都揾唔到任何士多或者超市係有開門嘅。之後終於俾我揾到1001間蚊型嘅 bakery shop， 我就當然狗衝入去啦。裏面得幾款包同烤餅。老闆見我若有所失咁，就問我：你中意食咩味道啊？我就同佢講我想揾有朱古力嘅，因為以我之前喺樂蜀嘅經驗，最唔中伏嘅就係朱古力麵包。其他嘅多數都好乾或者冇味，係非常難食嘅。老闆聽完我講，就直接攞咗個膠袋，打算放幾塊餅乾入去。我怕佢放完之後會叫我買，就會想阻止佢啦。點知佢話：我呢度冇賣朱古力味啊，不過呢款餅乾都有啲味道嘅，甜甜地。今日齋戒節第一日，你好難揾到嘢食噶啦，我免費俾幾塊你路上食啦。我不停多謝佢，然後就拎住嗰6塊餅乾繼續上路啦。參觀完薩拉丁城堡之後，我就做好心理準備衝入去垃圾城。其實我係早幾日睇旅遊攻略先知有呢個地方，而且我一開始以為呢個名係啲遊客嫌佢污糟，所以立亂幫佢改花名。直至我喺 Google Map 度用呢個名都可以揾到呢個地方，我先知道原來當地人都係咁樣叫佢哋嘅。原來開羅一直住咗一班少數族群，佢哋唔係信奉伊斯蘭教，所以俾當地人歧視排擠咗好耐，而且佢哋只可以靠回收開羅嘅垃圾為生，久而久之就形成咗一個貧民窟，而且入面係充滿住垃圾。我本身其實並冇話好大嘅興趣要去睇呢個貧民區係點樣，但係垃圾城背後有一個洞穴教堂，佢係起喺山崖邊嘅，除咗穿過垃圾城之外，係冇任何車路、行人路可以去到。網上有好多嘅 comment 話垃圾城係惡臭無比，而且治安好差，通通都建議遊客如果想去洞穴教堂，就一定要 call 的士直接穿過去。但我自己思前想後覺得，以埃及咁乾燥嘅天氣，就算垃圾幾污糟都好，理論上都唔會腐爛到話好臭，而且穿過垃圾城其實只係需要行20分鐘左右，所以我覺得自己可以嘗試直接行入去。我事前係有準備埋口罩嘅，而且都打算如果真係太臭嘅話，就用件衫遮住口鼻，然後用個口嚟呼吸，咁就聞唔到啲臭味。但係行咗一陣，我就發現其實個情況並冇網上啲人講到咁誇張咯。啲味大概可以話係一間好耐冇人清理過嘅 store room 咁啦，係有少少霉味，但係唔算好臭。另外，因為會有好多回收垃圾嘅貨櫃車出入，所以係有啲沙塵滾滾嘅。不過我夠膽講，香港屋苑一啲垃圾房或者係郊野公園啲廁所都一定臭過呢個垃圾城。我行入去發現入面啲人基本上都可以用安居樂業嚟形容，好多都笑面迎人，有啲小朋友喺度玩緊，有幾間鋪會賣水果同嘢食。人哋係窮啫，回收垃圾其實都係正當職業嚟，唔會話諗住要作奸犯科咯，所以治安其實好好。就係咁樣，我平安無事咁樣穿過咗垃圾城，沿住條車路嚟到洞穴教堂。一見到山崖上面好高好精緻嘅雕刻，我就覺得搞到成身都係塵，都係值得嘅。影完啲雕刻，我就入去個洞穴入面，穿過一條隧道，好快就嚟到成個 theater 一樣咁樣嘅教堂。啲陽光透過洞口照入嚟，盡頭就係佢哋去做崇拜禮拜嘅地方。就算我唔係一個教徒啊，
但望到成個教堂好似渾然天成咁樣，同個洞穴融為一體，都覺得好靚好壯觀。洞穴教堂嘅另一邊，一樣有一個樓底好矮嘅禮拜堂，個感覺有啲似以前中小學嘅一啲音樂室咁樣。雖然冇上一個咁開揚，但入面嘅雕刻一樣係好值得花時間逐日欣賞。離開嘅時候，我見有10幾個遊客喺度不停撳電話，我諗佢哋係想用 call 車 app 叫車嚟接佢哋，但係其實係冇幾多架車願意穿過垃圾城嚟揾佢哋嘅，所以我都係自己再行路走返出去。出返去之後，我就沿住開羅一條公路喺城市嘅外圍，由東邊兜去南邊，途中經過咗一啲開羅市郊嘅民居，發現其實開羅嘅外圍都住咗好多嘅窮人，居住環境唔見得比垃圾城啲人好得幾多。一路上我都冇見到可以有賣嘢食嘅地方，但係就揾到啲攤檔喺度賣葉菜同埋賣樽裝嘅果汁。不過望住佢哋俾太陽暴曬，我覺得好唔衛生，所以我就冇買。直至去到懸空教堂門口嘅一個遊客區，先見到有一間 cafe 喺度做緊遊客生意。懸空教堂其實並唔係真係一個懸空咗嘅教堂，佢只係起喺一個舊巴比倫嘅遺址上，因為個地基架高咗，所以就有呢個名。呢個東正教教堂細細間，好別緻，入面嘅彩繪玻璃好靚，但係當日就有啲回教徒用佢嚟進行回教嘅禮儀，我自己望落就覺得相當唔尊重。計埋行咗個半鐘返 hostel， 我今日行咗20 km， 所以行完成日我對腳都攰攰地。休息到夜晚，我以為啲餐廳就會開門做生意啦，點知我用咗成個鐘喺開羅市中心啲內街行嚟行去，到最後都只係揾到有2間餐廳肯做外賣。行到好肚餓又好攰嘅我，把心一橫買咗3份嘢食，當做埋今晚宵夜同埋聽日嘅晏晝，然後就執埋行李去搭過夜巴士。今集好長，我講住咁多先，下集同大家講我去綠洲玩咗啲乜嘢。